大家好，又嚟到咧今個月嘅例會時間啦，喺度咧率先咧同大家咧宣傳下咧崇真會咧嚟緊咧今年度咧一個重點嘅活動啦，就係咧賣旗籌款啦。今年咧我哋喺5月10號咧就會咧舉行上街賣旗籌款，咁咧希望咧得到大家嘅支持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做義工嘅話咧，可以咧同我哋中心嘅職員咧登記翻。另外咧，我哋咧都售賣緊一個金旗嘅，金旗咧就100蚊一張。咁咧金旗咧可以咧作為一個退稅嘅收據嘅證明嘅，係啦，有興趣咧都係落翻嚟中心嗰度售賣。而今年度咧，我哋咧機構咧都設立咗一個線上嘅捐款平台，同埋咧線上嘅旗袋，係啦。咁如果有興趣做線上捐款嘅話咧，可以留意翻咧我哋咧稍後 WhatsApp send 出嚟嘅一啲嘅資訊嘅，係啦。咁嚟緊咧仲有咧介紹翻咧我哋今年度咧嘅復康嘅主題嘅活動喎。咁我哋咧秉承咧上年關顧護老者精神健康為一個主題啦，今年度咧會舉辦咧顧住你綻放旅程嘅。咁呢一個主題活動咧嚟緊咧就會舉辦一連串嘅體驗活動同埋工作坊咧，都俾護老者咧有一個自我嘅休息時間啦，同埋咧透過中醫、美容、運動等等咧，都提醒護老者咧先照顧人哋嘅時候咧，都要先照顧好自己喎。咁最後咧，佢哋咧就會做一個分享嘅故事嘅。咁希望咧社區人士咧都可以多啲關顧到護老者。咁如果對呢個活動有興趣咧，可以咧留意翻咧，我哋5月份咧就會展開㗎啦。咁詳情咧可以留意翻月表嘅資訊嘅咁樣。好，同大家咧介紹翻咧今期咧重點嘅一啲嘅活動喎。咁第一個率先同大家介紹咧就係咧，我哋為到咧崇真會65週年咧，我哋長者服務單位咧就聯合舉辦咗一個日營嘅活動，就名為咧主恩豐盛65載，崇真其樂動起來。咁咧將會喺咧5月18號星期日，記住啊係星期日啊。咁我哋咧就會舉辦一個日營，以一個運動會嘅形式去鼓勵大家咧多啲咧去做運動嘅。咁啊地點咧就係西貢戶外康樂中心，係啦。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喺例會抽籤飛嗰度咧報名啦。咁第二個活動咧就係咧我哋嚟緊咧有一班我哋嘅男士嘅百樂音樂組嘅組員咧就嚟緊咧會舉辦一個咧有你鼓勵音樂會，將會喺咧5月14號。係啦，就下晝嘅2點半到3點半咧，咁就喺中心咧，就同大家咧有一個音樂分享會嘅，咁歡迎咧其他所有嘅朋友咧都可以嚟欣賞下嘅。咁今個季度咧，我哋咧都有一個畢加索嘅藝術半天遊嘅活動喎。咁呢個活動咧就其實咧，我哋就會帶大家咧一齊咧就去 M+ 博物館就去遊覽，因為咧佢哋有一個咧畢加索嘅展覽嘅主題啊。係啦，咁咧就都歡迎大家可以咧就留意翻我哋中心嘅月表去報名啦。因為呢個活動咧，我哋會先喺酒家度食咗個飯先，咁然後先至出去嘅。日期咧就係5月23號12點到5點鐘，係啦。咁記得留意啦，今期嘅月表抽籤飛咧就4月17號咧就會截止㗎啦。咁詳情個結果咧就喺5月2號就會同大家公佈嘅。好，最後咧就同大家咧報告翻一個事項啦。咁就係咧中心咧嚟緊咧就會暫停代購售賣奶粉嘅。咁過往咧大家咧都會平日嘅時間咧就會可以嚟中心買奶粉啦。咁咧因為我哋上年度咧都試過咧舉辦咗唔同嘅奶粉日，咁我哋嘅發現呢個反應都好好啊嚇，同埋咧供應商咧都會就住奶粉日咧都會有多啲嘅優惠。咁所以喺今年度開始咧，我哋咧就會全面咧就係用奶粉日咧就取代嗰個代購嘅奶粉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需要買奶粉嘅話咧，可以留意翻今期月表裏邊咧都有一個資訊咧，都列晒咧嚟緊咧邊一個月份咧有邊一間供應商咧就會嚟售賣奶粉，同埋咧就可以咧預早一個月咧預先咧就同我哋同事咧就 mark 翻咧去訂購翻嘅。係啦，咁希望咧都幫到大家啦。咁今個月嘅例會時間咧就到呢度啦，唔該晒大家，拜拜。